2003年，英國心理學家 Richard Wiseman 韋斯曼博士出版咗一本名為《The Luck Factor》嘅書，中譯叫《幸運的配方》。內容係講韋斯曼博士向幾百人進行長達8年嘅心理學實驗，歸納出幸運有4大法則。經志願者實際運用1個月後，運氣居然平均提升咗40%。呢本書強調內容經過科學實證，不幸嘅人經過訓練可以變成幸運嘅人。自此之後，不同媒體、不同界別、無數嘅農場文章就將呢個理論井噴式咁不斷傳播，焦點都集中喺只要經過訓練，人就可以改運啊，改變心態就變好運啊，人可以創造命運啊，blah blah blah。就係因為咁，好多人以為改變心態、改變行為就可以擁有成功發達嗰種好運。其實好多人都誤會咗韋斯曼博士所指嘅運氣，完全唔係大家直觀想象可以逢賭必贏嘅嗰種運氣。如果你睇翻韋斯曼博士本書嘅內容，就會發現書入面係戴晒頭盔，不斷做免責聲明，強調佢講嘅好運唔係會成功發達嗰種好運。其實佢嘅實驗只能夠證實心理學嘅行為模式變化，純粹只係可以改變生活、改善人際關係，令人生感覺順暢、工作順利、擴大社交圈子，為自己創造新機遇。佢嘅心理學實驗係絕對證實唔到通過訓練就可以得到橫財發達嘅呢種好運。所以佢本書嘅內容其實只係一套經過長期實驗測試嘅心理學，研究改變行為同修正指南，有助迷失方向同失去動力嘅人解困。但係個書名包裝出嚟嘅效果，顯然係經過精心模糊主題，變成一劑令人誤會嘅興奮劑，以為睇完本書就能夠逆天改命、發達致富。咁都好合理嘅，唔通出本書個名叫做100個改善人生的方法咩？呢啲咁樸實嘅書名，點會吸引到人買嚟睇啫？梗係包裝成一個聽起上嚟有種神秘捷徑嘅名號啦。好多時候都會聽到嗰啲頂級富豪、社會名流、政商高層分享自己嘅成功經驗，都係講埋呢啲逗黎心理學，咩正能量啊、積極啊、奮鬥啊。哇，大佬，呢啲就係典型嘅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 係一種好普遍嘅邏輯謬誤嚟嘅。成功嘅人完全無視咗全世界，仲有幾十億人每日都同佢一樣，都係好勤力，一樣都係咁積極。佢哋嘅成功純粹只係因為好彩。發現幸存者偏差呢個經典理論係起源於2戰時期 B-17轟炸機嘅裝甲防護研究。統計學家Abraham Wald 受美軍委託研究如何減少戰機被擊落嘅機率。軍方認為安全回航嘅轟炸機機翼同機身中彈最多，引擎部位中彈最少。軍方因此直覺認為要加強機翼裝甲。Abraham Wald 隨即指出謬誤，軍方只係統計咗安全回航嘅飛機，而忽略咗嗰啲引擎中彈嘅飛機。佢哋根本無法回航，一早就已經墜毀。因此，中彈最少嘅引擎同機尾部分先係最致命、最需要加強防護嘅部位。其實都唔使由統計學家有研究又成啦，下話引擎即係飛機嘅心臟，唔使講都知要保護啦，下話。根據史上真實嘅幸存者偏差經典案例，其實嗰啲不能回航嘅戰機數據先係重點。換句人話嚟講呢，識揀就梗係聽失敗嘅人分享經驗啦，唔通聽嗰啲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嘅成功人士講經咩？其實我哋都一樣，每日都好努力面對人生，只係因為時運不濟而尚未成功。喺社會上，
我哋都係冇話語權，因為普羅大眾只會相信嗰啲所謂成功人士，將純粹嘅隨機好運演繹成全靠比其他人勤力、積極、樂觀、正能量。事實上，大部分嘅成功同好運往往係取決於好多無法控制嘅因素，隨機巧合相遇而成。例如出生喺咩家庭、國家，遇上某個產業嘅爆發期，例如投資最近爆升嘅 AI 股同晶片股等等。從宏觀嘅宇宙演化史嚟睇，地球能夠孕育出人類，都係因為好彩，由無數嘅隨機巧合相遇而成。地球啱啱好位於太陽適當距離，又啱啱好有月球穩定地軸，仲要啱啱好有隕石撞擊，消滅恐龍、哺乳類動物先有機會登場，仲有其他種種無數嘅巧合，先會變成而家嘅地球。所以呢，如果地球嘅本質都係因為隨機運氣而形成，人類憑咩可以咁囂張自大，話運氣可以訓練出嚟呢？